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3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中度风台小克要来，海上陆上警报都已经发布，下暗就影响到东南部，拜三甲拜五对台湾的影响上大。台湾前军立雪工程昨发生吊车并且意外对着边的货车，甲拄好经过补转车，造成2个人受伤。正口2个风波面册大众夜班主林玉红讲，伊一直想恐吓，即马却传出讲，原来一切都是家己编的。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中度风台小克要来，气象署中昼10点半时已经发布陆上警报，风台部分款按算下暗就会开始影响到东南部，拜三甲拜五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风台上新的消息，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小犬它目前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强度在过去3小时稍微有减弱一些，但是它7级风暴风半径仍然是维持在250公里左右。预估未来是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其实它目前暴风圈可以看到正在进入我们的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目前我们所发布海上警报区域是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南部。至于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台东、恒春、屏东，还有高雄。预估在星期3到星期4，它已通过台东南端到巴士海峡这个区域的机会最高。然后星期3到星期5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马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现象。今天越晚的时候，北部、东北部的降雨几率就会比较高了。我们也提醒，在东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阿当、花东地区零星会有些降雨。除了东北部以外，明天清晨开始，连花莲、台东和恒春，明天一早开始就下雨，而且在星期3、星期42天，这整个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时间长，雨势大，容易出现豪雨或局部性的大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中度风台小克目前也继续咧增强，气象署发布陆上警报，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要特别注意洪灾。按拜三开始，北部、东部雨水会明显增加，尤其是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可能会出现大雨、大水雨这雨量急速以上的情形。中度风台小克的强度继续在增强，11点时，风台已经来到高銮片东南东风440公里的海面上，继续往西北的方向接近咱东南边的海面。气象署伫中昼发布陆上警报，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拢伫警戒区，要特别注意洪灾。风台拍算会对东南部到巴士海峡之间通过。预估台风暴风圈将在今天晚上逐渐影响到我们东南部近海，明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逐渐影响到我们东南部的陆地。北部、东北部从今天晚上下半天开始陆续下雨以后，在北部来说，未来几天断续会下雨，而东北部、宜兰地区甚至花东、恒春，从明天一早开始，它的降雨就越来越明显。整个宜兰、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在星期3、星期42天，整天降雨，降雨时间长，降雨雨势也大，会有豪雨或大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出现。气象署指出，拜二北部、东北部愈晚落雨几率愈大，也若拜三、拜四受风台影响上大，按拜三开始，北部、东北部雨水就会明显增加，尤其宜兰、花莲、台东和恒春半岛有可能会出现大雨，还是大水雨这个级数以上的情形。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台湾附近海面的风力都会明显增大，尤其在东南部海域、恒春半岛海域可能会出现6米以上的浪高，其他各海面依旧会有3到4米甚至更大的浪高。风台愈晚，风影就会愈大。气象署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按拜二下晡开始，桃园到台南、恒春半岛沿海，也有偏乌绿岛、红头树，会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气象署嘛讲，因为即马是8流期间，花莲以南和西南部沿海地势较低的所在，就要有风海水倒击和淹水的情形。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今日恒春半岛的海岸拢已经求封锁线，禁止升水。另外，往回屏东小琉球的船班，下晡3点以后是全部取消。南外海沙堡固然落流去红色封锁线，警告民众袂使挖进海岸。小克风台豆豆接近台湾，
第三影响到就是东部甲恒春，目前昆管处嘛已经启动紧急性封闭海沙部甲游戏区。目前已经启动预警性封闭，呼吁各位游客，目前海边是有非常危险的，禁止所有的游戏行为。唔那昆地的南湾、北沙湾等等海化封闭，东流线甲沿流线嘛因应即摆风台，全班拢是开到初三下晡尔。所以早起会当看到有游客赶紧坐船倒来台湾。初四甲初五因为风台影响上大，船班拢是全面停驶。业者表示，应该将船驶到太平湾客华片台。下午2点半为最后一班船，那明后天都是全面停航的状况，所以今天来小琉球的游客基本上都是返程的比较多。风力今天开始会逐渐增强，到了明天，甚至于风力会高达6到7级。浪高达到3公尺以上。业者表示，目前交通船已经渐渐感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因估计拜赛风力可能会有6-7级，海涌会有3公尺高，只要提早因应，民众嘛要注意上新的气象预报。记者钟义辉、邱昭勇屏东报道。过来看到进口两个风波，讲到面册大奖也班主林如虹，讲伊一直互人恐吓，即马所查出伊的朋友国民党的党工柯德彬涉党嫌，已经裁定受下禁见。不过柯德彬嘛也出讲，这一切拢是林如虹家己编叫伊做的。林如虹嘛伫面册甲大奖会室内，佮打出一张民进党的党证，讲会替党面对所有的责任。我还是必须保护我的家人。伫直播当中，目屎流鼻涕，边政治委袁国昌各带的镜头甲安徽农业分专林北好友班主林如虹，自曝因为进口两事件专家伙遭到恐吓威胁，分专停止更新。检警调查了，发现38岁国民党党工柯铁彬涉案。初三透早桃园地院将伊受下禁见，不过柯铁彬却压出一切拢是林如虹自导自演。那特别对那些躲在键盘后面的犯罪者，不要小看我们检警的力量。刑事局查出柯铁彬使用面册介绍号甲 VPN 软体闪避对查，不过伊表示甲林如虹以前就熟悉，佮有双方讨论恐吓案的录音。林如虹是伫面册会室内表示家己犯错，讲到有个恐吓内容是真的，有的确实是请柯铁彬斗相共团的，互一切正做一场闹剧，还佮提出家己的民进党的党证，会去办理替党的手续。那我在这里也希望这一个司法单位呢，能够继续的调查，让相关的事件呢都能够尽早的厘清。我想这个尊重司法的调查，我们不会去提告他。网络恐吓的案件正做自导自演，柯铁彬以前是婚姻馆长张立善的小编，现至国民党政策会党工。政策会执行长立会陈明忠早起表示，甲伊无可能熟悉，不过这是个人交友问题，所以无牵涉国民党的党务。即马已经将伊是透露，不过也会失利。女性员工交友不慎，造成这个一个争议，我个人督导不周，感到紧拍性。这绝对不是只是翻车，这其实是一条操作舆论、一条龙的编导。民进党伫位批评自导自演的行为，爱林如虹等下台湾接受调查。民进党也表示，林如虹2020年6月暂定入党，党会是到2021年，严重怀疑伊当初入党有特殊的目的。那党员违反党章甲相关的规定，会马上开除党籍。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站，占人国罪的争议是继续在关。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和前海军顾问过诉指控泄密，呛讲要当面对质。国务部长邱国正是表示，一切要交予司法来判定。今仔国民党议员徐卡心是开记者会，公布国民党其中过诉威胁韩国顾问的对规，爱过诉出来面对。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去向指控涉及占人国罪的泄密案。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无必要讲是倒一个人泄密，一切交予司法。马委员他也是很认真，好吧？我倒并没有揣测哪一个人好像泄了密，或哪个冤枉啊怎么样，就一切法来做界定，大家比较公允。针对马文君向这支继续签保密协议，邱国正表示，机密资料放伫遐，立委若有看一定爱签名。
签名意思是通知。不过立法院无像国防部，并无一张纸是所谓的保密协定。那国民党议员徐巧芯早起公布录音档，公开将海军顾问过世威胁韩国顾问。自己开公司，你为什么不早讲呢？为什么我们还要搞了这么久，弄了这么大一圈，然后你说你要自己开公司，什么意思？我就跟你讲，小强，如果你能在台床上班，我郭喜的名字反过来写。录音档内底有一个查甫人，伊讲伊是过世，不满对方开公司，伊无封算在内，语气是真激动，直直骂，直直咧，讲话内容佮讲到结束契约，还佮有另外找别个钱等等真敏感的话。徐巧芯强调讲，录音档送第三方检验，并无经过变造，叫过世都要出来面对。我送第三方的公证检验，告诉我的是这个录音档没有经过剪接变造。这6个月前文字稿都出来了，有什么好公布的？我每天被他们插一刀插一刀，其实怎么样呢？这样子，对不对？有什么关系？过世搁一届甲马文君碰，讲愿意当面对质，嘛讲江南国造小组调集人黄曙光，透过伊做军人的朋友甲讲，敢会当到这动点，因为这个举动恐惊会影响规个案件。毕竟还有后续存量的代志要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是要求公道所颠倒黄性骚扰，有某一个化名叫做 H 小姐，因为去向偷翕顶个过去台北的翠山派出所报案，尾仔所互人警察问进度，对方所要求爱加伊的赖甲联络，佮指控讲这51岁警察，传伊家己赤身裸体影片涉嫌性骚扰。私营分局表示，已经甲这个警察记过调职甲上班，社会局嘛讲会加重来裁罚。那基于他办案时就是很热心，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关心受害者的人。西城区互人偷翕，随环境报案用感询问进度，承办环境提议加来联络 H 小姐指控发到来家做另外一个恶梦。他就问说：“我可以传个影片给你笑吗？”我说：“可以啊。”他就传了他的全裸影片给我。提出对话记录，为爱杀主关心生活，加一好朋友3天了后，各讲分享公孙潮的影片。H 小姐看到的煞是拢无穿衫不雅影片。伊是51岁员警，伫树林分局翠山派出所服务，涉嫌翕无穿衫的相片性骚扰，辩称是将 H 小姐当作是好朋友。跟我们被害人深感抱歉，我们就予以记过。便调我们本分局警备队来管考。为当作行为回撤的树林分局表示，9月12日翕报了后，开会认定性骚扰成立。15以散布威胁物品罪嫌，移送检方侦办。20各将人记过，改调警备队，不必回顾接触民众。依性骚防治法做裁罚裁罚第一次是1到5万，那因为它是因为职务之便那依裁罚基准是可以加重1/2的裁罚。涉嫌滥用职权性骚扰，台北社会局回应，那家海关警部申诉，原本相关罚5万，因为公务员身份，依法严格加重1/2。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是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一个姓柯的专员，互人指控讲，伫外口咧放风声，讲有法度去县府的标案咧趁钱，涉嫌骗人的资金，佮借贷超过9亿。受害者已经超过50人，目前人已经走无去，钱嘛款去。县府表示，已经用控制超过3天，甲这个专员撕掉，呼吁民众若有受害的，紧报官司来解决。县长亲自来，甲大家分平安符祝大家阖家平安。花旗兰县长林祖苗伫马祖文化展发平安符，这姓柯查甫人是旗兰县府聘用公共资产管理员，伊最近煞涉嫌对外讲有法度采买县府标案趁钱，向外骗钱甲借钱超过1亿，受害者超过50人。就是拢讲是县府的标案。安尼啊，叫人去投诉啊。就是安尼啊，这个钱拢难款。受害者未少是平台甲地方有名人，有受害者讲今年30月，姓柯查甫人以直报的名义骗将近200万，伊伫罗东的徛家，大门拢锁起来，况且已经钱款快逃走，被害者求偿无门，已经有人向警方报案。伊虽然是公共资产管理员，所被派驻宜兰市，用林祖苗名声走摊，互外界看这是林祖苗实心爆料。县长，是啊，这会影响到你嘛？
对家己请的专员是个骗人，林祖苗无缘假讲，也是正常主持13早起的管务会议。目前许愿已经失联状态了，那详细情形我们都是传闻，也都没有办法去求证。那我们这边也请警方那边也在搜寻当中。官府表示，因为人已经失联，官府用控制3天是透露外界风声无法度纠正。据了解，府内相关局处的采购案无问题，也无当事受害，各呼吁受害者若权益受损，应用法律方式解决。另外，官府为什么聘用4个查甫人？官府讲这是官长的用人权，拢照尽速法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即马问台湾伫咧南亚的孟加拉，对年初开始天9日疫情就压袂落来，到今已经超过20万例，超过17人死亡，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寡偏远所在病患拢要前日去首都打卡病院，医护人员是强要经袂调。孟加拉首都打卡的公立病院，天9日病房专区会当讲拢无床位，伫挂号区客满等待看诊的病人。过去9个月，孟加拉的天9日疫情伫庄卡真紧摊开，全国确诊人数超过20万。一个爸爸讲，囡仔早起还阁活跳跳，尾仔突然发烧，人神神。孟加拉官方卫生服务部门在伊公布疫病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006名天9日病人过身，那15岁以下儿童甲婴幼儿都有112人。那报告发布了后的24点钟以来，各增加17人死亡。院方指出，今年的疫情显示天9日病例已经为社区传到庄卡，而且多数的病人毋是头一摆确诊，中和感染也增加并发症的风险。ঢাকার রোগী কমলেও ঢাকার বাইরের অন্যান্য অঞ্চল থেকে রোগীর সংখ্যা ক্রমাগত বেড়ে যাচ্ছে, যেমন আজকের পরিসংখ্যান যদি আপনাকে দেই।目前，孟加拉的64个行政区拢传出天9日病例。伫2019年以前，天9日只出现伫打卡。院方观察，以早天9日疫情集中伫6至9月雨季，即马连寒天拢有病例。孟加拉疫情严重的原因，除了环境卫生欠管理，全球暖化造成异常的落雨甲高温，提供白芒糖真好的生长条件，进一步加速疫情的传播。目前天9日无对应的治疗药物，那日本武田药厂研发的天9日疫苗，临床试验结果有84%的防护力，会当降低住院率，提悬61%的免疫力。先后拢得到欧盟、巴西、阿根廷、印尼甲泰国核准。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专家小组伫8月份也公开核准这支疫苗的使用。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即马全球暖化改变天气形态，伫咧巴西阿马zon河川煞出现扩岸情形。伫咧北部有一个河边的小镇，一礼拜内就几千尾鱼仔冰岛死去，渔民无鱼通掠，鱼仔尸体烂去开始臭，水嘛袂使啉。政府是赶紧启动紧急救援令，甲清气的水源甲食物送去灾区。大批冰岛死去的鱼群尸体靠达伫巴西北部城市马纳卡普鲁打去的河道上。另外一边的河面上，死鱼仔浮浮沉沉，河水落的程度互人真惊吓。渔船经过看到鱼仔尸体的河面，渔民的心情真沉重。Peixe não está dando para comer, tem que ir para outro local para poder pegar, que esse peixe aqui está contaminado. 全球暖化加上性盈年，亚马逊河今年的抗旱现象已经捌看过。除了无度掠鱼，连面上用水来源拢是问题。传染病搁较是强要压起来。当地政府统计，拢总有59个行政区水位低过平均值，造成水上交通运输受阻碍，船只陷入落寡梅无法度震动。O juízo é muito grande, assim, principalmente o psicológico da gente, que a gente tem que preparar, né, para essas coisas aí. Se a gente não lutar, a gente não tem as coisas. 巴西环境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极端酷寒影响50万名亚马逊州的居民，占这个州总人口的1%。巴西气象单位有估未来几礼拜酷寒也会更加严重。联邦政府顶礼拜5宣布，55个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启动物资救援计划，将饮用水甲食物送到灾区。
澳洲东南部的新南威尔斯初一时受到热浪的侵袭，气象预报显示，部分地区气温有计比平均温度高出42度，因为烦恼高温可汗加上强风会引起野火，当地政府针对9个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避免2020年的野火灾害再发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转来看国内昨桃园捷军绿线工程发生吊车并车的意外，连带去对着边的货车，甲拄好经过一台保全车，造成2个人受伤。画面翕到吊车并去第一时间真惊险的画面。这件伫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吊车工案的意外，发生伫大园区G14站附近，连带去对着边的货车，还有一只经过保全车。加在无造成重大伤亡，因为吊车甲驶保全车的驾驶2个人是轻伤。起吊呢重物的时候呢，那在转向的时候呢，这个发生了倾倒的一个状况。吊车驾驶左脚轻微擦挫伤，送往长庚医院就医，已无大碍。另吊车倾倒时波及行经是小客车，该车驾驶右手挫伤，经就医后已返家休息。初步了解是吊车伫收工了后，要甲配当的设备，甲吊起伫搬到车顶悬的时阵，过程当中因为食重的鸡仔无安好势，发生吊车起气规个变轨工案事件。咱若详细事故的原因，要进一步厘清。在质量法规定，这在我们做吊车吊挂作业前，那需要做事情的地质调查，那选用适当的支撑方式，那避免这种吊车翻覆的意外发生。捷运工程是属于定类危险性的工作场所，有关职安部分，款这个单位是职安署。根据职安法的规定，若是违反吊挂作业相关的规定，会当罚3万至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台北市即马咧拼规划建筑翻新，市长周万安今宣布都经5+2的行政策，讲要针对防灾型的都市更新专案、甲整建的专案计划，特别加强耐灾力。而且用一奖励会当达到100%，希望吸引愈侪市民来加入，让全台北市危险建物及整间住宅得以加速重建。从关仔中的菜沙妈妈到里下有防灾都经整体专案的电视放送，代表都经5+2钱政策正式上路。北市府伫3月推出都经5钱政策，上路半年以来，就吸引10个案件参与。初三各加2字，针对防灾型都市更新专案、甲整建主体专案计划，加强厝的耐灾力。多出了2件，主要就是针对防灾型都更以及整灾专案，所以我们会透过包括增加容积、奖励，还有我们加快整个审议的速度，甚至透过强制拆除的手段，来加速整个都更的速度。北市府表示，北市厝龄30年以上的老厝大约有64万户，其中包括海沙屋、甲耐震力不足的建筑。为了加速规楼都更，避免发生公安意外，市府予的用积奖励上悬会当达到100%。特别针对防灾型，就是包括海沙屋、绿质过高的建筑物，或者是防震系数不足的这些建筑物，我们希望站在一个维护市民朋友居住安全的角度来推动都市更新。有一些4、5层楼的那个房子比较老旧，它其实需要做一些结构的一个补强跟处理。那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觉得耐震的这个部分必须要协助积极处理。北市府指出，无论如何选择民办都更还是公办都更，拢会当申请，保证北市至少有5000多需要重建的海沙屋，甲1万多户的整建主体，拢会当随受益。搁较有数十万户无符合现代耐震标准的建筑，有得到重新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环境部上新公布的空污费率，新扣法调整甲苯、二甲苯等等这寡污染物的费率，有1286件业者会受影响，会当减少大约9000吨的污染物排放。有业者就认为，环境部应该有其他管制办法，毋是大概拢要对业者加来检讨。拍拼降低污染排放，空污费率新结构出来。
甲苯甲二甲苯等有害空气污染物的费率也做调整。环境部有估会影响电力、钢铁、水泥等大约1286间业者，估计当年会当减少大约9000吨的空气污染排放。甲苯、二甲苯的这个费率，以前的费率是每公斤只有5块钱，其实坦白说是相对是偏低，所以我们这一次把甲苯、二甲苯的费率大概也调整变成是10块到15块。环境部有估，当年空污费收入会当增加大约2亿6千万。不过受到影响的业者认为，国内空污主要分成3大类，除了像工厂排放的固定污染源，也有境外污染甲交通产逸散源。政府应该多方面管制3大来源，若无替业者开刀，要达到空污减量，实在是真有限。其实固定污染源在这至少10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努力去做减量的这个动作，增加收费的部分确实对业者影响很大。新费率结构，互受到影响的排放大户，为原本的51间，搁增加到102间，达到153间。环境部大气司强调，收空污费只是手段之一，真正希望是业者会当减排。相关费率未来会继续评估成效，后续搁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公费流感预防车开始咧做，早起伫潭子嘉护理活动中心，都将近100个长辈来遮注射。流感疫情即马是渐渐咧滚，如果再过就是高峰期，15号岁以上甲高风险的族群，就赶紧去注射，提升保护力。人客甲满，大家耐心排队。台中市公费流感疫苗开注，3号早起，潭子区嘉护理社区活动中心，都有将近100位的长者来注疫苗，希望提升保护力。我这当然都听到啊，同辈的一些长辈都已经打了，那我才下来啊。都人啊，讲爱做就来做，我袂想遐的人。今仔会感觉讲人真多？嘿咩，讲人真多咩？根据疾管署监测的资料，今年已经累积728例流感重症的个案，156个人死亡。台中市今年是有61例流感重症，9个人死亡。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明显升温。台中市卫生局即届是采购81.1万剂流感疫苗，其中78.8万剂提供予公费对象来注，采先缴费先使用的原则，予民众随机来注无共抢排的疫苗。因为就要进入11月的高峰期，呼吁民众是赶紧来注疫苗。那预计在11月份会属于高峰期，因为流感疫苗接种平均大概2周左右才会有保护力，所以会呼吁我们长辈，可以的话尽量就开始前来接种疫苗。市府会分阶段注公费流感疫苗，一直到使用完为止。民众会使上网络预约，或者是前往各区的卫生所、合约院所来注，无受到户籍的限制。记者台中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台南安平的庆平路边一块绿地，昨下晡是熊熊喷一缸水，喷到要3层楼悬，和附近的民众拢惊一条。水利局是表示，是原本待伫咧下骹的再生水管咧做压力测试，结果别讲来造成的，已经赶紧处理，加在是无人受伤。一缸水喷到十里比遐尼悬，超过3层楼的悬度，好民众是惊一条。大家很多群众在那边遛狗，都在围观，就很像那新加坡那鱼尾狮。这里下晡5点外，伫安平运河边仔的一块地，水熊熊喷出来，造成涂骹出现一个大约2米宽的破坑，土沙全都予水钻出来，规片都是积水落个埋。国中生放学啊，有一些国中生在那边骑脚踏车啦。突然就听到他们在叫，就开始水就开始喷出来了啦！怎么会在那个公园上面里面有那么粗的水管？水利局表示，下底是一条再生水管线，一路送到南部科学园区，要供应予民生使用。那造成水喷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水利局讲是在测试加压。这是一个压力管线、输水管线的一个测试啦，所造成的这个冒水现象。那相关的责任以及肇事的原因，我们会
技术来厘清。水利局讲，因为风台咧要来，也未开学，是管线冷气也是顺灯器，也搁爱了解。那这条再生水管线，逐工送大约3万吨的再生水，加在也搁有备用管线，未影响到南部科学园区运作。代志发生时，水利局嘛为山顶的监测系统发现压力异常的状况，水加所送供电关掉，一缸水转5到10分钟，不过加在附近无人家厝，嘛无人受伤。记者文正庆台南报道。过来看花莲有一个民众，甲车暂时停伫市区的路边，也无违规，毋过煞互人挑故意甲破涂膜甲垃圾水。警方调监视器，才发现是住伫附近的一个阿嬷，讲是因为不满因兜门口口互车挡掉咧，才会挑工去甲迫害。为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一台黑色的休旅车停伫路边，一穿红衫的查某人提水桶，毋知缀什么物件，就为车倒入去，甩去搁伫玻璃所的车窗泼垃圾水。车主转来看到惊一条，马上报警。被泼一些奇怪的东西。那后来有找到那个泼的人吗？有。啊，他怎么说？一开始是不承认啊，对，然后之后就是有去做笔录。大家是说他是个惯犯。这案件是发生伫9月17日暗时，警方调监视器发现，嫌犯就是住伫停车门口的一个71岁妇人，原因是不满车挡伫门卡口，才会破土水泄昏。本所员警到场全程搜证，并调阅监视器，目前已掌握涉案特定对象，并通知到案说明。附近厝边表示，这阿嬷厝内底无汽机车，门下口也毋是红线，无法度理解阿嬷为虾米安尼做。车主因为土水洗袂清气，要对阿嬷求偿，警方也照毁损罪将伊移送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即马热天定定拢是称高温超过30度，一寡农产品也未卖出去，就热甲烂了了。伫咧云林有一间农产生技公司，就研究臭饲仔冷链保存。而且佮甲农民拍客局控制生产、稳定价销。目前正咧开发国外市场，望佮拍开国际销路。臭蛆仔采收了后，直接送入冷冻加工厂，洗好、切好，随甲冷冻起来。原本敢若会当放10天至15天的臭蛆仔，会当延长保存到1年，通好做产量的调节，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本来咱的鲜果会当保存超10天半个月尔，那透过这个冷链的加工，这个保存的方式会当延长到1年。不但伫咧这个供需的调整时，甚至风台到的时，伫咧量产时我做起来，来甲这个风台时我用放出来平均市场的价位。业者讲，2年8个月的臭蛆仔，平均的价销1公斤差不多80块。不过这届因为风台，1公斤平均价销起到300块。那透过冷链加工，就会当稳定市场的价销，而且透过客族结合，甲农粮署的辅导，希望提升臭蛆仔外销的竞争力。那到国外的市场的话，它上了货架之后，也许本来只能够卖3天5天，可是经过冷链的处理之后，它可以卖2个礼拜以上。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新鲜度维持，让我们的品质提升之外，也可以让国际竞争力能够提升。农粮署表示，英国热人臭蛆仔产量是无够供应国内市场，每1年差不多爱进口100-200吨。今嘛透过冷链保存，会当甲寒人的时阵种的臭蛆仔保存起来。去年进口臭蛆仔的量敢若剩10吨，现在出口的量是逐年咧增加。希望使用冷链了后，对国内农产品的保存、甲农民的收入等等，拢会当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若讲到泛视神经骨髓炎，是一种自体免疫所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炎的罕见疾病。严重的时，规身躯拢袂顶袂动。为了精准治疗，健保署宣布2项抗体药品列入健保给付，按算有121位病患受惠，平均1年就会当省250万的医药费。就是这2种新的单数抗体成分剂剂，会当用来治疗着患肾神经脊髓炎患者，因为临床试验证实，比较传统的口服类固醇甲免疫抑制剂，会当有效控制病情，所以健保署宣布为10月7日起纳入健保给付项目。在临床实证上显著的降低它的复发率约70到90%，因为具有给付的效益，因此获得共拟会议代表们的同意。健保署表示，患视神经脊髓炎是一种自体免疫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炎的罕见疾病。
会对视神经、脊髓、甲脑干造成损伤。病友急性发作时，会出现视力恶化、肢体无力、半睡、甲排尿困难，也是失禁等问题。那常常一直发作，恐惊会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增加长期照护需求。单株抗体的研究看起来，大概5年之内的复发率可以降到剩大概30%左右。每次复发对病人来讲都是一个新的症状、新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负担。那根据健保署统计，新药落地健保给付了后，有121位病友受益。平均每一个人一年的药费大约会当省250万，健保当年支付大约2.5亿。健保署强调，今年目标希望在有限的资源之下，积极向厂商争取上合理的价格，将有临床证实甲给付效益的药品优先特别给付，造福更加侪病人。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奖昨下暗公布，是匈牙利的美国籍科学家卡里科甲美国科学家魏斯曼做回来得奖。因两人长期研究 mRNA 疫苗，解决会引起严重发炎的问题，而且会当快速制作，解救世界千万众生，得到生理奖的褒扬。诺贝尔生理奖初次公布，由长期导致 mRNA 疫苗研发的匈牙利的美籍科学家卡里科甲美國科學家魏斯曼共同得到殊榮。Kikap Nobel-díjat, mert úgy gondolta, hogy lehet fiam, hogy a te nevedet olvassák be. Mondta akkor, amikor nekem még professzori semmilyen állásom, semmilyen csoportom nem volt, csak ott szorgoskodtam ott a laborban is. Hát. Working together, figuring out how to get it to work, how to get a vaccine to function well, and COVID hit, and vaccines were recognized for 95% efficacy, which was really a turning point in RNA therapeutic. 卡里科甲魏斯曼2005年就发表第一篇的相关论文，不过迄当时无得到许多的关注，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相关研究为疫苗开发拍下基础，互人知影，像莫德纳、辉瑞、BNT 拢是 mRNA 疫苗，不经过修饰，直接注射到体内。它会引发一个很严重的发炎反应。如果将其中的某一个核苷酸做修饰，这样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太会去辨识这个修饰过后的核苷酸。Messenger RNA 疫苗呢，它未来在做在癌症疫苗上面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被注意的功能，就是它其实能够去活化毒杀型的 T 细胞。两位获奖者也拢是当奖的第5届生医医学奖得主。今年8月来台领奖，卡里科也公告8月毕业伫北基鲁大的研究员共同发表论文，证明 mRNA 送到人体细胞了后，会当有效产生2倍。Alice Kuo, we started the mRNA. She told me that, Kati, you have to wear green. 世卫组织也俄罗 mRNA 疫苗为马拉利亚、艾滋病甲癌症等疾病疫苗研发带来深远的贡献。学者也讲，科研需要几年到数十年才会当看到成果。好佳在科学家拢无放弃，单太辛苦做出来的成果，搁拯救无数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双十大典的重头戏，唱国歌时，国军运输直升机会调100超大面的国旗飞过总统府，这已经是国军连续第3年接下表演的任务。也若要让这个大国旗天好开、天好潮，要安怎拗、安怎指，都真侪美感。那么最近来去探食后场。甲时间走表，4个亚旗手要赶紧把国旗放伫直升机由上国徽正平升90度。所来负责透所的人注意直升机升起来，一直甲国旗完全离开涂骹，随甲透开，互机面天开，一个手甲完成。国庆大典都要举行，国军把握每一届练习吊挂国旗的机会。地面就回报，那个国旗的旗尾底部未展开。那后来我就因为，这一次的经验，然后我就调整，就是来那个看国旗的那个角度及方式。要挂大型的国旗是真无简单，因为飞行的过程当中，飞行机不落配的气流、天气、甲风速等等的因素，任务正在面临突发的状况，包括机面无法度顺利展开，所也无法度完全透开，可能会去电到等等，可
考验地面作业人员甲飞行机组人员之间的配合。几个届执行国旗吊挂的正驾驶表示，要甲国旗准时送去总统府，让国旗随风飘扬。飞行的速度是成功的关键。最大的空速为45里，然后我们使最大的空速啊，我们都经过试风的时候来实施测试过。它可以确保国旗在空中可以凌空的飘扬。如果空速过大的话，可能造成国旗的撕裂。地面的机组人员进驻上山基地训练，以6个人为单位练习制国旗，已经化作是金牌记忆。还有最近这5年，国旗吊挂测试的数据，找出上界适合制国旗的方式，把国徽后壁到基尾的部分，用蝴蝶制法，再个以卷起来方式来收尾，确保机面会当顺利展开。会有数据的计算，那我们最终现在配送快是使用1800磅。经过2个月整备甲训练，这顶国旗吊挂幕后人员已经做好准备，大家会当期待一下。在唱国歌的时阵，要让大型的国旗以完美的队形飞过总统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高雄左营的万年柜双色连假要开始。今年的野火狮是打造一只超过5公尺高的火狮，而且是头一届就300个民众做伙来游火狮大游行，也阁有马戏团等济表演，要吸引各地游客来遮斗热闹。大只火狮身躯黄色甲红色配饰是真有气势，这是今年左营万年柜火狮，主办单位特别打造5.6公尺高、950公斤重的大火狮。每年冬头戏野火狮第一摆开放，予民众参与大游行，开放300名的民众报名，无几分钟的时间，名额嘛拢出了啊！这是我们高雄在地的 VBS 舞团，特别今天我们也编做了一段火狮舞，来做我们节目当中重要的一日。今年的火狮大家有来看到哈，往年也无相共，今年可能用电动的，往年拢是咱哈一寡志工啊，大家咧哈咧光桥的方式安尼咧闹热。高雄万年柜活动是结合公炮城、野火狮等等特色民俗，才有在地特色。今年阁有80台文创搭，也阁有马戏团、甲火舞等等动态演出。要让这个传统祭典，买当吸引少年人来参加。这是除了我们梦想家啦队会带来表演之外，然后也会有波卡的马戏团也会来这边表演，那还有舞团的表演。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市集啊，跟一些文创的小商店也都会然后在这一次的展示。一开始野火狮只是宗教活动，后来连接历史文化，和左营万年柜即马嘛正做南台湾重要庆典活动。今年活动是初7到初9，拄好是国庆连假，唔但有5公尺高的金火狮，周边阁有真侪搭甲精彩表演，要互游客有食阁有耍。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最后来看美国芝加哥有一个104岁老阿嬷，昨是对13500英尺的半空中跳伞成功，创下世界上侪岁跳伞纪录。他嘛准备要争取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伫13500英尺高空为飞行机跳落来，是真侪热爱跳伞运动的人上期待时刻。也毋过详细看，这位跳伞的人头毛规个拢白啊！伊是住伫美国芝加哥高龄104岁的陶乐斯·霍芬纳。平安港路边啊，已经组织真侪民众围观，热情欢呼，庆祝这位100岁人瑞完成跳伞。原本上年中跳伞纪录是由瑞典103岁人瑞，伫2022年的5月是创下的。即马跳伞公司希望会当替霍芬纳争取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改写这项纪录。It was wonderful. It was a nice, peaceful, and I had to keep myself awake so I could see the scenery. 伫完成这座跳伞了后，霍芬纳表示，年纪其实只是一个数字，12月就要过105岁生日。伊的后一个挑战目标可能是坐热气球，因为伊从来毋捌坐过。只是随着人口老化，联合国有估伫2050年时，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会来到16亿，也就是讲地球上每6个人都有一个老人。The fact that we are living a longer life is immense cause for celebration. Older persons and their leadership,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re essential to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societies and to decision making and governance that is informed by the past while looking to the future. 高龄化社会是以开发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甲趋势。伫2023联合国国际老人日一天，专家呼吁进行多方对话，以改善老人的人权，甲促进世代交流来解决问题。公司新闻陈慧琳编译。关心天气，气象署中昼10点半时已经发布中度风台小可的陆上警报。风台部分款按算下暗就会开始影响到东南部。拜三甲拜五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下晡晡天气啥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0度。中部地区29度到32度，南部地区29度到33度，东部地区27度到33度，外岛地区24度到30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这节的下晡新闻，我是陈哲安，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